史建築物活化再利用咧，就係而家保護呢個文物建築嘅一個路向嚟㗎。透過適當嘅復修以及賦予建築物新嘅用途，就可以令到市民大眾受惠，將歷史建築物變成一個公共嘅文化空間。係啦，好似我哋而家身後面呢一個伯大尼修院咁樣啦。咁而家咧就係演藝學院個分校嚟㗎噃，咁佢就係一個歷史建築物活化再利用嘅成功例子嚟㗎。伯大尼修院喺1875年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建成，係傳教士用嚟休養嘅地方。修院喺1975年關閉之後，就成為政府嘅建築物，後嚟一度交俾香港大學出版社。而喺1981年，建築物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2級歷史建築物。到咗2003年嘅3月，立法會批准香港演藝學院將修院同隔離前牛奶公司薄扶林牧場嘅牛棚復修改建，成為佢哋嘅電影電視學院校舍。局長啊，咁其實將歷史文物建築活化再利用咧，可以為大家帶嚟咩好處咧？其實咧，透過復修呢啲文物建築，為佢哋尋找出新嘅適當用途，就可以延續佢哋嘅生命力。已經有130年歷史嘅伯大尼修院，係由當時出任巴黎外方傳教會會長嘅奧塞神父所設計，所以建築物帶有濃厚嘅歐陸建築色彩。尤其係修院新哥德式建築風格嘅小教堂就最為特別。小教堂原本擺放咗耶穌12門徒嘅聖像，後嚟失散各地，但係其中嘅聖馬竇、聖伯多祿、聖多默以及聖保祿4個聖像就被演藝學院揾翻佢哋嘅下落，而演藝學院道具製作部就以植樹枝將佢哋倒模複製，擺放喺小教堂之內。但梁教授啊，我知道學院咧就擺咗好多心機咧喺呢個修院嘅設計同埋修復上面㗎，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咧？好啊，好啊。嗱，你睇見後邊個彩畫玻璃咧，我哋全部有19幅，咁有9幅咧，我哋係原裝嘅，喺唔同嘅地方揾翻出嚟，包括第啲嘅教堂啦，包括呢啲政府嘅倉庫啦咁樣。咁咧全靠咧我哋個副校長蘇迪基先生咧喺唔同嘅地方揾翻出嚟。咁我哋仲有呢個建築物嘅頂咧，原本係金字頂嘅，咁後來咧唔知咩過程之中咧改咗去平頂。咁喺我哋呢個復修嘅計劃裏邊咧，我哋改翻去金頂，而且我哋做一個玻璃嘅天幕，變咗可以睇到附近嘅嘢，咁係一個活動嘅教室。哦，其實整個過程需要3年咁長，工程又咁繁複，咁點解學院都願意咁做咧？咁我諗呢個係學院嘅使命。嗱，因為學院咧係栽培香港藝術工作者嘅要求。嗱，咁我哋係有責任保存香港嘅文化同埋藝術。咁伯大尼係香港人嘅財產嚟噶嘛？咁我哋覺得我哋個責任應該係盡量恢復佢嘅原貌。修復後嘅修院保留咗原有獨特嘅傳統建築風格，同時亦全面變得現代化，配合新用途嘅需求。而除咗教學用途之外，呢一度嘅場地設施仲開放俾公眾申請租用，譬如作為會議、婚禮或者係聚會嘅用途。將呢個歷史建築物啊活化再利用啊，咁期間咧佢會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咧？我哋現代化嘅過程咧，我哋唔可以破壞佢嘅古蹟。咁但係我哋要呢個符合呢個香港最新嘅建築條例。嗱，好似防火啦，好似電力啦、走火通道啊等等，咁係好難嘅。咁我哋又要加建電梯，等啲長者啦，等啲傷殘人士都可以使用。咁好彩，我真係好彩，有好好嘅建築師同埋工程師幫我哋完成呢個計劃。係啊，諗啊，局長，咁政府咧諗住咧係未來係點樣活化再利用我哋嘅文物建築咧嚇？我哋唔應該只將文物建築視為只可供觀賞嘅古董，應該將文物建築成為我哋現代生活嘅一個部分，融入我哋現代生活裏邊。係啦，非常之好，嗬。係啊。好啦，咁我哋下一集咧再同大家介紹咧另外一啲嘅文物建築。